係，我哋咧俾啲掌聲呢個醒獅先。係，鼓聲一響，黃金萬兩，醒獅醒來，富貴吉祥。醒獅購買，祝願各位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。隨之送福彩車來，祝願大家新的一年平安喜樂，吉祥如意，財源廣進，幸福安康。再祝願大家馬年馬到功成，馬年紅紅火火，馬年大吉，一馬當先，好運降臨。黎秀英女士接對聯啊！祝大家身體健康。大家留意啊！而家咧醉獅啊嚇，大家細心欣賞。
利是咧係佢個仔嚟㗎，快啲扶住你爸爸啦！哇！寫晒，哇！誰師寫咗，祝大家龍馬精神！哇！萬馬奔騰啊！想唔想啲個獅子嚟你哋嗰度啊？好，我哋就有請我哋隊員。